绿色隧道哦，也有好多车。柳营工业园区，柳营科技工业园区的北边。这里从奇美医院北边那一条路，第四路，向东先经过泰康有技能会专区，然后来小腿北边有崇西国小，然后再继续往前有大角腿。绿色隧道的第四路，两旁种是芒果，夏季有很多芒果。柳营名产的火龙果的火龙果。泰康有机农业专区那边也有种火龙果。你看很特殊的那个牛车的车轮，牛车的车轮就放在那个墙壁上，牛车的车轮就放在墙壁上，比较古代的就是这样木头的。右边柳营科技工业园区，左边崇西国小，